阶段的最后一次上课哈。那因为我下个礼拜我就去内地，所以看看苏贤下次的安排有没有哈。好，那我们继续来上次的那个课程哈。那上次呢部落那个部分哈，我有删掉了哈。如果你有看这个文化篇的这个部分的话，部落那个部分哈，我删掉了。所以上一篇的翻译那个部分，我有写我的想法啊，那你自己参考哈。好，那我们继续走哈。好，我们现在先翻这个。虽然阿美族哈分为5个亚群，但有其共同的部落特色啊，所以这边加个族哈。那我们后面的话，因为这一段比较长，所以我把它分出来哈。理论上它是跟下面这个是一段的哈，一段。那其实现在我们翻译了那么多遍哈，就是关键词啊，主词是什么，动词是什么哈。比如说这里分为哈有哈，你看看哈。那亚群呢？这个你不一定要翻成那个群，它就是5个方言哈，5个地方哈。那部落特色，我们上个礼拜也有翻了哈，就看看你用什么哈。那虽然呢，但是它是个转折语哈，如果你要翻是可以翻的哈。那因为这个转折语呢，本身跟记法结构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基本上啊，在我们阿美语的话要这样哈，应该是要这样啊，你会更好翻，好更好翻。那现在这句阿美族分为5个亚群，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句子。那后面这个呢，有其共同的部落特色。那因为这是中文，你要怎么把它转成有主词有动词啊？这个才是哈，你们现在要练习的部分。因为你们可以把这个句子结构调整成阿美族的记法结构。好，其实这个就是要练习的部分哈。好，那如果你翻好的话，你就好，因为这个上个礼拜其实已经在你的文章里面了哈。如果你有翻好的话哈，你先破出来哈。好，那我们的转折引哈理论上通用最多的萨嘎哈，萨嘎这个是最好用的大概都能用，管它是什么哈都能够用萨嘎。最好用的是这个萨嘎了哈，最好用的。那当然你也可以用别的哈就是我们这个部分哈，就是我们的转折语。那转折语有这个顺势的转折语，还有这个逆势的转折语。也就是说，它要连接上面所说的话，顺着走然后因为所以类似这个中文跟英文呢因为他们的语言文字化呢已经非常久远了，那我们阿美语呢比较慢，所以这种转折语的应用呢并没有那么好哈。我们的转折语还有相反的还有相反的所谓相反是什么？就是说你说的是这样，结果做的是这样与事实是相反的哈。又行上来了哈，都上来了哈，蛮好的。好，千代的很快哈。好，我们先看千代的。他用达拉朱达拉朱在这里呢，因为我来翻的话就不管如何，无论好，
马拉嘎里马爱古阿密斯菲那扎善伊高乌拉哈，那这个是个转折语哈，达拉朱哈，这个高乌拉高乌拉好阿美族分5个马拉嘎里马爱哈，已经形成5个的哈伊来多个嘎拉哈扎善努达哈比南岸努鸟肉哈，已经有了相同的哈它这个达比南岸就是特色了哈，努鸟肉好。伊来多有了哈赞好嘎拉扎善嘎拉扎善嘎拉哈扎善嘎拉哈扎善努达比南岸努鸟肉好，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哈。那是我刮胡那个，我不确定要加或者不加。那个，你如果是我讲哈，你不能用菲那扎善这个词。比劳兰。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同民族。好。如果是菲那扎善的话，是表示是更大的，就是别的民族了。好，老师有讲过，对，所以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哈。菲劳兰，菲劳兰还可以，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好，在后面呢，嘎萨尼亚罗还是尼亚罗？努尼亚罗跟嘎萨尼亚罗更好，努嘎萨尼亚罗更好，因为是很多的部落嘛，不是只有部落嘛，是不是？好。那因为5个雅群不是只有5个部落啊，5个雅群有多少个部落？如果按照原民会的资料的话，我们阿美族有超过200个部落。阿美族我们阿美族有不包括都市的哦，都市形成的还不算哦，光是台东花莲恒春在原民会的这个官方网站有超过200个部落，所以应该是用什么嘎萨尼亚洛比较好哈。我的声音可以吗哈？我这个麦克风有点问题啊。清楚哈，好。所以你这个达拉猪也可以了哈。不管怎么样马拉嘎里马爱马拉嘎里马爱就是已经形成这个爱嘛哈，嘎就是什么？嘎就是已经形成常态的马拉就是变成了嘛哈，成为了变成为嘎里马嘎里马爱哈。好，这个词这个构词非常好哈。好，苏贤苏贤的。马蒂亚里马古尼卡基拉茨努邦扎尼卡乌里拉伊拉古马拉扎塞比南岸努鸟肉好，他就用马蒂亚很好哈。这个马蒂亚就是如同那那个亚就是那，然后那个迪亚毒亚迪亚毒亚基本上就是那个里马古尼卡基拉茨努邦扎属于阿美族已经这个区分给它区分里马所以这边呢，我的建议这边加个爱比较好里马爱因为加爱的话呢，它就有动词的词性这个是我比较强调的地方它就有动词的词性因为里马的话，它就是个名词数词所以这个在口语可以，在我们的记法结构的话我们要习惯这样子另外这个尼高利拉这个可以
伊拉过马拉扎塞啊，比南岸努鸟肉哈，伊拉有哈，马拉扎塞一样的，比南比南岸标志传统的文化的制度的这个比南其实它意思很多，努鸟肉哈这个词是可以哈。那基本上在文章上面有其共同的部落特色哈。当然，基本上共同嘛哈，共同那这边就是指马来西亚了哈。好，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了哈。那就是苏贤，我这边要讲的就是那个里马爱加爱哈，我的建议是里马爱哈。好，谢谢老师。好，其他的还没有哈，其他的是这个红爱，那个还没上线呢。秀兰上线了嘛哈，好，红爱哈，红爱的好了。好，你看拉里马爱国非常赞叹阿米西伊来多过马扎塞打比南岸哈这个翻译比较简单哈。拉里马爱哈红爱嘛哈，红爱在线上吗？有在。如果是拉里马爱的话，是指人呐，可以理解吗？可以，在这里是指文化传统，所以不能用拉里马爱哈。所以他是讲事情的话，这个啦是不要哈，里马爱就可以了哈。好，了解。那另外我刚刚有讲那个菲纳扎赞，你最好是改成菲纳兰，为什么？菲纳兰是同民族，同族群的。对，同族群的。菲纳扎赞是指不同的。不同都叫民族，但是它指不同的。是。所以这个词你最好是学会调整一下哈。好，谢谢老师。好，伊拉爱过伊拉爱多过马扎塞打比南岸哈，就是你的这个比较简单哈。有其共同的部落特色特色有了哈。那尼亚洛马扎塞打比南岸诺，就是我们现在尽量把它的意思完整化哈。所以马扎塞打比南岸诺什么？尼亚洛。诺尼亚洛。好，尼亚洛好，那前面还少一个转折语，但是那个但是又何奈？但是萨嘎。萨嘎，好，我跟你讲，萨嘎是最好用的，萨嘎是所有转折语里面最好用的。好，其实都可以通用萨嘎。好，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好了哈。这个尼嘎尼嘎的话呢也可以了哈，但是你看通常来讲它是一个词缀。词缀。它是强调后面那个话，所以所以你少了一个音，加了一个音就好了，加一个音就好。只要加一个音。乌尼嘎也不行。不行。乌尼嘎就等于是是另外就乌尼嘎什么东西了，有没有？所以是。所以乌尼嘎里马爱又不一样了。所以你要翻的就是那个虽然这个词，虽然。所以你是尼嘎什么尼嘎乌里拉还是尼嘎乌还是那个现代是什么高拉有没有？尼嘎乌里拉。也不用尼嘎乌里拉了，尼嘎乌就好了。尼嘎乌。有听过尼嘎乌吗？
有吗？哈，嗯，但是他们都会写成这样子，好，有没有？啊，都对通了哈，都会通哈，对，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哈，没问题哈。好，还有这个，还有秀兰的哈，等秀兰的哈。啊，比较完整的就是尼高利纳了哈，尼高乌利纳啊。那基本上这个文字现在有2种啊，尼高利，对吧？另外一个也出现了这个哈，乌利纳。啊，如果是我会选择后面这个哈，啊，后面这个，因为它的词是尼嘎哈加乌，好加乌，好，所以就是我们把这个音要还原哈，它就是乌，哈，就像这个千代它用着嘛，嘎，情绪我贴上去咯，好，右旋，好 ，OK，所以它应该是嘎加乌啦，啊，它的词是这样子，啊，好，这是题外话了哈，好，好又行。ila kulima ai kasa siluman amisi nikolila ila ku matsasai pinangan nyaro 如果ila 强调lima ai ku kasa siluman amis 不同的这个阿美族了哈，分成5个不同的阿美族哈nikolila ila ku 弄成白色比较好哈。伊拉国马扎在啊，比那个努鸟了哈，基本上都 OK 了哈，没有问题哈。所以它这个伊拉哈，它就是重叠哈。所以重叠呢，在这里的意义就是说，强调由分为5个哈，强调分为5个啊。所以在这个伊拉呢，其实就是强调哈。好，但是西鲁曼彼此不同的哈。卑南岸努鸟肉属于部落的这个标志记号、特色都可以。好，所以我们这个高乌拉呢，高乌拉它就是这个乌，就是我们的转折语都是跟乌有关系呀，跟乌，然后这个乌，好，乌拉就是那个所以乌里拉就是那些所以乌里拉是复数，那些乌拉呢是单数，那个乌里拉乌拉这是那个指示代名词里面的单数复数所以这个转折语呢，大概跟乌有关系跟乌就是指定的那个事情好，还有修染的好了好，修染的这个麦克风又不行了没关系好，sekali maai kuni ka kuni sunu bangsa ni ka uli la. 好，你ka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 W 多了，然后这个 U 就好了哈。5，你看5，好，所以这个也多了哈。你看5厘了哈。马了扎古六努邦扎努年了哈，这个没有问题哈。古尼就是区分哈，划线。古尼它的原词就是划线哈，划线啊。嘎古尼哈就是已经啊。萨嘎里麦古尼啊，加个啊比较好哈。你啊，嘎古尼是努邦扎好，这边加个啊，好，这边加个啊比较好哈。古尼啊，古尼是哈，努邦扎哈。啊，国内就是划线哈，啊，国内就是已经形成区隔了哈，划线了啊，里面爱啊5个的哈，三个啊，你高离了啊，啊，理由啊，这边就是指特色哈，这个理由呢这个词啊比较特别哈，理由大概是跟理由词好，理由就是转弯，所以理由呢它就是一个点了哈。差异点哈，转折点那个点哈，就是不一样的点啊，所以理由啊，所以它是跟那个理由啊，理由这个概念是这样区分哈，这个词好，好，基本上这个就这样子了哈。那我们看下面这个哈，所以总共有4个哈，部落聚会所哈，那不管你用哪个词了哈。打入 ANSFI 或什么都可以啊，不仅是年龄组织聚会的中心，同时也是部落公共事务与集体行动的中心和场域，这是每一个部落最重要的聚会所哈。所以这个句子比较长哈，比较长啊，好，你就慢慢写哈。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是一个段落了哈，一小段，好，一小段哈。那你也可以整合，也可以再细分哈，可以再细分哈。所以这边呢，所以部落聚会所哈是是，同时也是哈，所以基本上这是可以整合的。这是哈，所以这个主要的动词是这3个哈，主要的动词是这3个哈，是年龄组织聚会的中心。是部落公共事务与集体行动的中心和场域，是每一个部落最重要的聚会所啊。所以这个也可以整合，也可以分开哈。好，你也可以顺着哈这边等于有3个子句。那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翻这么多了，照理讲应该这个比较没有什么单词哈，重点就是怎么样把这个长句哈连贯的翻起来哈，能够衔接。第一个子句就是部落聚会所是哈，部落聚会所不仅是哈。是非的话，大概可以说是通用词了哈。是非
那马兰呢，他用萨迪穆兰哈，马兰。啊，他用南方这个词哈。如果按照文化来讲哈，用萨迪穆兰是最好哈。就按照我们阿美族的文化来讲哈，因为基本上台东或恒春的阿美族哈，基本上都是认为哈，我们阿美族是从南方来的哈，从南方哈从南方，所以南方呢就变成是我们一个纪念祖先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就称为叫萨迪穆兰啊，所以马兰或者是恒春的一些部落呢，他会用萨迪穆兰这个词啊，当成那个部落中心哈。所以所以公共事务呢，其实也就是事务了，事情哈集体行动哈，那集体行动呢，那也就是什么集合嘛集合的中心嘛，集合的地方嘛哈。所以你不一定要背这个字哈，按照字去翻哈，你可以把它这个整合起来哈。好，看看有没有人千代翻好了哈。好，好，50 鸟类在高屋大大bangan aja no masa kasa kaputai kasa upuan malu ka pulungan hatsa atau kakumutan no pi sa semakan tatapangan atau sufar kusfi tasa sakakaay kasa upuan no karunyalo kusfi 好，基本上已经翻得非常好了哈。好，不仅是在感悟哈，这个就很好哈。好，这边可以给大家做参考，在感悟哈，不只是哈。好，那基本上这个嘎就是它就是否定哈，它的词就是是或者是不是，所以在感悟哈，所以这里不会是在比物，而是感悟哈。好。这而已哈，而已哈。那这边呢，玛莎嘎萨嘎布代哈，嘎萨嘎布代哈，嘎萨嘎布代就是各个年龄阶层哈，嘎萨嘎布嘎萨嘎布就是各个年龄阶层哈。那他家玛莎已经形成玛莎已经被形成各个年龄阶层的什么嘎萨乌布案聚集的地方好。乌马罗嘎布隆案，扎努就是说，整体不弄叫整体嘎布隆案当做整体的，就是集体不弄好，也是哈扎也是还有什么嘎古木蛋统合统整什么？努比萨什么干要做的事情，属于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行动大大办案中心呢
好，抒发的就是领域哈，场域，好，这个词哈，这个词如果你还不会，你要把它背起来哈。抒发的是一个很好的词哈，抒发的是这个领域或场域哈。啊，领域就是说这个是我抒发的努念过你，这是我们的领域啊，你们不可以来，不可以侵犯，抒发的叫领域啊，场域啊。好，不是非哈，中心哈。好，我打算啥个爱啊，但是我不按努，假如你要的不是非啊，所以所以这边的话好，这边我可能稍微修改一下哈，那个千代有这个这你要怎么加？把这个加进来。是最后一句。不会，怎么不会？是老师你讲嘛？这是不你不你所以哈，这个是就是这个屋嘛，对不对？哎，好，现在关键就是这个这应该是要在这里。孤啊，古尼是古呢？孤纳斯费还是古尼斯费？古尼阿这个部落，这个中心嘛，是不是？古纳是非好，可以，就是你一定要加哦因为孤的话，它只是一个阻隔标记，它没有说这个。哦，古尼、古纳、古纳、古亚一定要加，你是用古纳对不对？这个是现在很多翻译的通病哦。哦，因为这是主词哦，有没有？好，就是现在很多翻译的通病都在这里哦，很多问题哦，因为这个就是我讲的那个，他通常会把这个，他会用无逆，有没有？通常他会用无逆哦，无逆变成是这，并不是这是哦，这差别很大哦。好，像加的话就可以了。古纳阿斯费这个中心是不是？这个中心是属于部落里面最重要的集合地点，是不是？没有错嘛好，这样的话应该就 OK 了。请问那个 Sophia 请说。可以大写吗？不行，不行，不行，它就是一般的而已。大名词，好，对，它就是一般的一个地方，除非说它是个标题。哦，好，标题可以大写，好，因为它就是一个普通名词嘛。它是一个普通名词，它可能没有办法当专有名词。我是非诺鸟类在一个任务个少不按不仅仅是这个这个书贤就已经把这个仅仅这个词正这个词加进来这个很好在一个任等一下再修改一下个少不按no个啥死了没问题都比利嘎嘎万比利嘎嘎万难嘎嘎万难gawaan no sasamakan atau kasaupuan no finaulan no nyalo ukakalimelaan kasaupuan no nyalo kuni asfi 他就用 kuni asfi 面看很好再一个正不仅仅是kasaupuan no kasaslan kasaslan 其实就可以了各个阶层各个年龄阶层的一个集合的地方他用阿杜
阿杜阿杜，同时这个阿杜可以当同时没有问题。阿杜同时是比利嘎嘎哇岸嘎嘎哇岸里嘎嘎哇这个词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词好乌比利嘎嘎哇岸杜啥什么更杜啥什么更杜嘎啥乌不岸no final了no鸟了好啥什么更也没有问题了啥什么更将要做的事情和部落百姓集合的地方嘎嘎里们拉岸是最重要的是重要的嘎萨乌布岸诺鸟了国尼阿斯菲这个中心呢是属于部落重要的重要的，我看一下中文有罪有罪刚刚没有看到这个罪所以如果说是罪的话那个我建议这边要加沙那个铅带加个沙因为这个沙才能够是罪沙达沙沙嘎嘎爱要加沙那这边呢乌沙乌沙嘎嘎里马拉岸这边还是要加沙就是那个不行这边还是有建议你加个沙因为沙才是罪沙才是罪这样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你用古尼阿斯菲就很好没问题。这个中心这个中心当然就是指部落的中心用古尼古尼就是这了那古纳呢也是这但是如果按照这个中文来讲的话因为我们讲这个是指看不见的除非说古尼的话，可能古尼跟古纳的差别就是那个书写你顺便听一下古尼跟古纳都叫这，但是呢，那是什么？那是看不见的，但是你知道是哪个地方。那你是什么？你站在那个地方，或者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可以理解吗？那个书写可以所以当然不是说这个不是挑毛病，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你古尼跟古纳的差别那如果要标准的话，应该是用古纳比较好。古纳所以逆就是这，但是这个这是什么？你站在那个地方，或者是你可以指出那个地方那个东西，就叫逆一逆一滴逆，那个逆有没有？那个那也是这，但是通常是指看不到的会是这个意思在所以用古纳会比较好好，这是我的一点的看法好，修染的好了。他加这个4个字在巴伊尼亚路巴伊尼亚路伊拉阿敏古大陆岸嘎了扎布万努斯拉了那扎布那扎布是一个词好，所以那扎布就是这个集合点了好，我达拉马奈嘎了扎布岸努鸟了古纳斯菲好，他就用古纳斯菲很好我看一下要差多少是年龄组织，不仅是
哈，不仅是，好，就是它的翻译比较简单哈。萨嘎兹在伊巴尼亚洛，伊巴尼亚洛，它这个是一了哈，伊巴尼亚洛，在全部阿面就是全部就是所有所有的是非，努斯拉呢就是年龄阶层哈，当然这边呢应该年龄阶层其实年龄组织就是斯拉了，没有问题了哈。再来就是大沙乌达萨玛阿奈哈，这边我的建议还是加个沙会比较好，乌沙大沙是这个才是最哈。好，看一下，这是最重要的，公共事务集体行动，公共事务集体行动，所以他这边就是插了这个了哈。好，故大陆案乌嘎拉扎布案努斯拉努斯拉了那这边呢，就是他这个公共事务，公共事务跟这个集体行动就是这两个词这两个词。好，就是那个秀了，你看看你能不能自己再加把这个两个公共事务跟集体行动加进来它其实就是事情嘛好，又行的，好了我是非诺鸟类，主啊古物，主啊古物主啊古物主啊古物这个就是很通俗的，现在的口语大概都是这么说老师，我讲的比较口语化了。好，所以因为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说最好是用嘎，为什么？因为猪它后面一定是加嘎或 b， 那这个乌就不需要了，只要一个就好了猪嘎乌，猪嘎乌猪嘎乌，嘿，米嘎不带一滴啦猪嘎乌米嘎不带一滴啦马萨欧布马萨欧布，哎好ila ko sa mak no niya itini ay makumot 迪尼爱应该要加一个阿玛古莫 makumot is free 你看要加masaswar 好，阿玛萨苏啊， matayar kufinalan 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后面这一句，你这个你不要加，为什么？因为乌是什么？乌是4，所以这个这个摆在后面乌山达他们安奈摆在但是我不按农鸟了然后什么？个少半农鸭肉，古是非乌尼
斯菲，古尼斯菲，古尼斯菲还是古纳斯菲？你要用古尼还是古纳？古纳斯菲，古尼斯菲，古纳斯菲好了，古纳哈。好，还是要加古纳斯菲哈，这个才是一个标准的结构哈。所以是，我好像都比较用口语化，少了很你现多连接在就要词。修改成文字化哈。你说的没有错，说话是对，可是，在文字的时候，它的记法结构就有欠缺，所以你现在在文字的时候，尽量有这个很完整的这个记法结构哈。这样的话，我们去教课哈才会准。哎，这个是主词，这个是动词，那个是受词。那口语就是有时候就是不规范，就在这里啊。所以古纳阿斯菲就是什么？这个中心嘛，是不是？古纳才是这个嘛。所以乌是什么？是，是不是？是每一个部落最重要的聚会所，这是对这个聚会所是每一个部落最重要的，是不是？好，乌沙达拉马奈啊，嘎萨乌布安努鸟了，古纳阿斯菲，这样的话，这个句子结构就 OK 了。那我看一下哈，不仅是年龄组织的聚会中心，不仅是哈，朱阿嘎乌啊，加个而已哈，就是不仅仅是的话，你要怎么加这个？仅仅这个不仅是，你那个刚刚是什么？不是而已哦，没有这个仅，不是没有紧啊。对，那个紧要怎么解释？差一个音而已，就是你要怎么加。它其实是乌米嘎不带一滴啦，是不是？乌米嘎不带一滴啦，是不是？然后再否定做嘎乌，所以不是，是不是？那你现在是不仅是那个仅，你不加。以我们恒春跟马人的话叫阿扎，就是问题是那个阿扎，是不是要讲猪啊阿扎吗？猪啊阿扎，米嘎不带一滴了伊，阿玛萨乌布是这样子吗？猪啊阿扎，你会觉得通吗？阿扎，猪啊阿扎，通吗？通，通哦。哎呀，猪啊阿扎，猪啊扎嘎乌，你要接后面哦。猪啊扎，猪啊扎嘎乌，通吗？没有，那就没有乌喽，形式猪啊扎古米嘎不带一滴了阿玛萨乌布。好，所以如果是不仅仅的话，如果是我家哈，猪啊嘎啊阿扎。猪啊嘎阿扎乌，可以吗？因为猪啊阿扎的话不通。猪啊嘎阿扎哦，猪啊嘎中间还在加一个啊就对了，猪啊嘎阿扎。就是你看你的口语，猪啊嘎阿扎还是猪啊嘎干扎？如果说是这个海岸的话，他用猪啊干扎。我们那边好像只有讲阿扎那些是猪啊嘎阿扎，好，那就猪啊嘎阿扎。现在我要问的是，你们的口语通不通？猪啊嘎阿扎还是猪啊阿扎？我认为猪啊阿扎不通了，我认为啦。哦，猪啊嘎阿扎，好了。哦，猪啊嘎阿扎乌的话，应该这个句子结构就比较通了哈。好，你也可以再问你的老师了哈。你的老师是你的妈妈、爸爸哈。然后我爱多张了，我都跟他发给翻译说，还有啊，是不是？阿姆多爱过来不能的。还是这个没错，好吧，好，没问题了哈。好，我们看一下，
没有了哈。秀兰的淑贤，好，右寻红爱，红爱还没写好哈，老师，请问请说。那个我们否定式，下面这个吗？对对对，那个我一直有时候教材很不一致，所以我就疑惑，到底那个我知道很清楚，知道 ZIB 是咪变来的嘛，妈是妈和嘎是这样变形来的。那最下面这个 ZI 嘎 B D D 那个嘎是错误吗？什个过？没有错，它有强调的意思。哦，所以嘎是可以成立。对，嘎比迪利的古秘书有没有通？命令有没有通？是有没有？比迪利的古秘书哎没问题哦。哎比迪利的古秘书你应该去读书哦。嘎比嗯，迪利的古秘书它是强调哦，所以有没有？是没有问题的哦。好我在口语我们常常听到嘎比迪利嘎什么的哦，没有问题哦。好这样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哈。好，谢谢。哎，好。因为这个嘎跟 B 哈，基本上 B 的话它比较少 B 嘎比较少了，但是还是有，那就牵扯到什么？这个词根，哈，它的词根是 delete 哈，它是先加 B 还是加嘎？这个有它的差异性哈。其实都有的哦，哈，都有，而且它有时候会颠倒哈。那重点就是说，在 I 的后面一定是嘎或 B，那有时候呢，这个在 I B 的前面又会加一个，不一定是嘎，不一定哦，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词缀比较复杂的地方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词缀就是说最好就是我们自己练习去造句，然后听老人家说哈真的老人家说的那真的是绝对是标准的哈，而且他们是直接说哈，不会去想哈，表示这个结构你看，他们你没有学过句法啊？没有啊，不是说没有学过句法，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所以会说。反而我们学了技法，你看把我们自己搞得一团乱啊，不知道要怎么解释。好，剩下那个红爱红爱的好了哈，好，太好了。好，斯菲鲁尼亚洛安扎乌嘎萨乌普安努是然后你看他直接就用安扎哈或者是不仅仅是这个就已经带过去了，没有问题哦。好，我嘎萨乌普安努菲诺了，哈那扎你看也是哦。这个词老实讲非常深哈它这个那这个 an 它是一个前中缀哈，它其实哈扎伊拉古达安爱达安爱耶应该是达安爱耶后面加一个 y 哈，后面再加一个 y， 达安爱耶什么努鸟了一达伊嘎嘎爱古哈萨嘎乌不安哈萨搞不按努鸟了，古尼亚斯费。那个，红爱可以讲话吗？可以。后面这个哈萨嘎乌不按，
你念起来有没有通？有没有顺？哈萨嘎欧，颠倒，高不按吗？还是嘎沙不按？嘎沙欧不按，所以应该是哈颠嘎沙不按，是不是？颠倒了，对哈，所以这个哈嘎沙不按嘛，哈，对这样就通了哈。对，哈嘎沙欧不按努尼罗努尼阿斯菲，好好，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哈。那现在就是说，大沙一嘎嘎爱这个还不够，要加沙。乌沙大沙一嘎嘎爱，那个沙才是最啊最重要的最，那个沙才是最沙啊。哎，要加沙哈，要加沙。好，哈那扎哈，这个哈那扎这个词很好哈，很少见哈，但是我读过哈，它其实就是哈扎，哈扎就是或者啊，或者是又哈，它又加一个按，它就是表示更加的啊，也就是还有，然后这个词非常好哦，哈那扎也可以给大家做参考哈，哈那扎伊拉古大萨大安安亚啊，什么努聊了一哈。那现在就是说，你的这个句子哈，差那么一点点哈，差什么呢？呃，只是说集体的一个地方，但是没有讨论到什么公共事务，就是这个词公共事务啊，所以公共事务就是讨论的地方嘛啊，你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词加进来就好了。好，老师，我等下再加，等一下再我加哈。加看看，好，好，那好，那这样子我们就休息一下好了哈，休息一下。所以休闲我们休息一下哈。好好，我们到那个，我们就到8:05就好了啦啊，8:05啊，好好好。8:05我们就上线了哈。好，我们休息5分钟就好了哈。好，OK。
好，我们继续了哈。那个，呃，那个红爱好，就是你加好的话，你再加进来没关系哈。那我们继续往下好，看。好，那我们继续翻下面这句了哈。好，瞭望台哈，比嘎扎万哈。那当然，这是通用词哈，就是说大概比嘎扎万所有的部落大概都听得懂哈，但是有些部落它不一定用比嘎扎万这个词哈。好，瞭望台早期部落都有瞭望台哈，这是过去为了守望部落的高台现在呢渐渐没有了哈，已经消失了哈。这是部落这是阿美族部落的标志之一哈。所以有瞭望台是啊，好，这是哈，所以这几个动词在这里哈，那只是说都有都有要翻成都有，不是只有都有每一个部落都有，早期每一个部落都有瞭望台所以早期部落都有瞭望台这是为了过去这是过去为了守望部落的高台好，这是阿美族部落的标志之一标志这边呢，看看你能不能翻出来渐渐式微这个词式微好，那高台那就是高地就是他为什么要设这个瞭望台？因为可以比较比较高呢，就看得比较远或者是整个部落都可以观望到对内对外都可以看到这个应该不难不难。好，比嘎扎万。所以长滨叫嘎嘎扎万。嘎造。我按照这个字来看，就是说嘎嘎扎万它应该是属于比较高的地方应该是嘎造本身的词就有守望瞭望、守护的意思在嘎造。所以比嘎扎万那其实你看这个 B 这边是 B 这边是嘎，它很接近哦，这个概念是很接近的岸它其实就是个地方这个岸。所以比嘎扎万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认知思想里面知道那个地方是当做瞭望的那嘎嘎扎万呢，它意思比较宽比较宽
好，这个铅弹放好了哈。啊，一阿要后伊拉爱阿扎伊鸟了个比较早晚哦，萨比较早多鸟了个比较早晚。Lasawat satu anini taha pinangan no amis anyaro. Kupi kacawan. Taha pinangan no amis anyaro. Amis anyaro no amis anyaro 哈。老师，那个字义我不会翻。好，那个字义也没有关系。那现在就是我taha pinangan no amis anyaro。你这个词组顺吗？我打pinangan no niaro ko打pinang amis ko niya。我想一下。这边你的这个姑，我先替你改，应该还是用姑呢，啊，一样哈，姑呢阿比嘎早晚会比较好。这个啊，这个瞭望台嘛，是什么？打比那案是不是？所以你现在的问题是那个阿密萨尼亚肉，你觉得顺吗？打pinangan no 我打比那案no 阿密萨尼亚肉。打pinangan no niaro no amis。对，就是还是有，因为尼亚肉比阿密斯还小，有没有？阿密斯比较大，阿密斯各个地方都有，不是只有在这个部落，所以它还有这个等级顺序的概念哦，属于有没有？我打比那个努尼亚论阿密斯，这个才顺嘛哈。谢谢老师。那个琪琪，那个拉萨瓦跟拉绍一样吗？没有不一样。所以我应该是拉绍，对不对？对，也可以啦，就是说拉萨瓦就是因为也是一样，慢慢放弃了。但是你这个不好，渐渐示威这个字用的不够，拉萨瓦萨度还不够。你要怎么加强？它是渐渐示威嘛，有没有？一定要加萨度没有错，但是拉萨瓦还不够，要怎么增强、加强这个萨瓦这个词？想一下。好，想一下。阿妮妮现在没有问题，所以拉萨瓦萨度有，但是还差那么一点点。那3万3度就现在没有了嘛，现在放弃了嘛，对不对？但是没有那个渐渐的意思。老师，我改好了。好，等一下哈。红爱的哈。所以我们先看一下红爱的哈。红爱的。所以有些我们的就是我们这样一起翻哈，就会有些是很好的哈，我们就要互相借鉴哈，就是去加强了哈。好，我是费诺尼亚洛阿南扎嘎萨乌布安努斯拉嘎萨乌布安努费诺兰，哈南扎伊拉古达萨达安安亚哈，这边还是要加个爱比较好。达安安亚什么atau kasa upuan no kasa kaputan kusfi no nyaro kasa kaputan 这边还是要加沙哈沙大一个爱过kasa upuan no nyaro kuni asfi 那你这边有点重复了哈kasa upuan no kasa kaputan kusfi no nyaro 你这边就是差什么？这边是什么，对不对？
它是什么？它是集合啊，集体行动哈，集体行动，看一下，集体行动哈。Kasaopuan kasakaput啊啊什么？那个红爱是这边再加一个嗯Kasaopuan kasakaputan啊，要干什么？他们要干嘛？什么？什么可以吗？他是嘛干？啊，啥什啊？米啥什么还是啥什么更都可以。你是要哪一个？啥他是嘛干？啊？啥是嘛更啊？是不是？是这样的话加这个字就更好了哈，更好是哈。好 ，OK， 那你赶快翻下一句哈。好，谢谢老师。好 ，OK。那这边那个千代哈，老师，我想到了重叠词，对到什么？对，这个重叠词很好用的哈。好，怎么加？拉，你用很大还是啥话没有关系，差别不大。所以你拉，你要用很大吗？改很大，还是你又改了？哦，拉到哈，拉哈，好，你用拉到哈，好，好，把它加进来哈。因为这个用重叠哦，就是有强调的意思了哈，强调这个不见了，消失了哈。好，拉哈骚撒哈度啊你哈，这样的话就 OK 了哈，就很漂亮了哈。啊，我们看一下书显的哈。Ubikazawan ni ilanku ubikazawan itia ai anyalo itia ai anyalo amin na u saki kacau to nyalo kuni na u saki kacau to nyalo kuni ni kaulina mala awa ai anini 我只在no大槟榔岸no鸟了no班扎古尼尼好，基本上也可以了哈。伊拉个比较早晚一点爱啊鸟了一点爱啊在好这个那个书写就是你那个一点爱这个前面这个啊，是你的意思是这个是什么啊？在好，伊拉古比较早晚没有停顿吧？其实你这个哈，在早期的部落，对，所以还是要建议你把它连起来。一定要爱娘了哈。如果你那个的话，很容易变成是停顿的这个有没有？这里前面这个有没有？很容易很容易变成停顿的哈。你把它连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你那个它其实是强调指示，跟都有指示强调的意思啊。一滴的爱，一滴滴爱，好，一滴爱，在那个时候有没有？在那个时候，没有问题哦。这个其实这是很好的哈。阿敏，是哎，
你是唯一这样解释的人，那我们如果这样写，我们接受老师的解释呢？可是我们的教材从来没有人不是，这没有关系，样弄过。因为现在我们改变不了，但是你要知道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好棒现在我们已经改不了现在的文字现象了，已经改是不了了。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我不在乎连不连嘛，但是你要知道它真正的意思就没有问题了哈。好因为好，所以我现在的教学法就是被人家反对的，就在这里啊。因为我跟人家解释是不太一样的。这样解释很有说服力啊。对，其实它就是个词缀啊，所以我不哎讲它是介系词啊。嗯，啊，当然它是介系词的意思，但是在我们阿美语它是词缀，就像鸡它是一样的。鸡呢，它不能单独成一个词，因为鸡是什么东西啊？鸡它就是一个词缀啊，叫鸡巴巴。你看鸡分开它是什么？它是跟爸爸有关系的啊，鸡巴巴是不是？就是这个概念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的词问题在这里，所以你要知道它是什么就好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改变不了啊。这个要改变的话，只有官方才能做得到，但是官方又推给民间，那永远做不完哈，因为民间就在争嘛，是不是？所以我就自己写我的文章哈，就是这样子。好，所以一定要那个一定要爱，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一定爱在那个时候，它是强调啊，非常好啊。好，那saki 嘎造，saki 嘎造哈，这个 saki 也可以了哈，就是这个词哈。saki 嘎造，这个词哈，那个书写哈，这个词就差那么一点点，你的概念是对哈。你 saki 是有它专属的特定的这个目的，是对的。可是你就加一个什么，加个案就更好，有没有 ？saki 嘎扎万度牛肉，你看，是不是？加个案，就差那么一点点哈。你的这个概念很好哦，但是就是词缀的应用哈，其实已经可以了，但是加案的话更漂亮哈。saki 嘎扎万度牛肉滚你，好，这样的话就很漂亮哈。好，马拉阿瓦爱这边，马拉阿瓦爱这边还是要加度比较好。现在已经没有了嘛，是不是？对对对，马拉阿瓦爱度，你这样就 OK 了啊。那如果说你再强调的话呢，就是阿瓦，现在就是跟那个千代的那个一样的概念，你要怎么强调？重叠。对，马拉阿瓦阿瓦爱度，好，所以重叠是很好用的哦，哈。这样的话就有渐渐思维的那个概念，有没有？好，我只在努打比那个努鸟了努班扎你好，这样的话就非常漂亮啊！我很欣赏的是你这个一哦，一第二这个非常漂亮哈，好，太棒了，好，那我们还是等一下哈。所以有时候就是说我们的翻译，就是我们要学一学其他人的这个优点哈。那因为我们现在等于都是在练习哈，在练习。那我这个人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翻了之后呢，我会重复修改，最少3遍哈，最少3遍，我才会发给人家。我不会说写了之后呢，我也不会马上看，我写完之后我就放着，放着，然后呢休息一下，然后再去看，再修改会更好，然后再休息一下再去看，可能会越来越好，就是慢慢的就是你会越来越熟练哈，越来越熟练，其实我也是这样练习哈。好，谢谢。对呀，因为老师说的对呀，因为老师你很厉害了啊。不，功夫还没到那边，因为我们常常会有盲点，鸡毛骨萨嘎拉里在萨嘎咕。不是，其实我们是讨论了，也不要说我都对哈。那就是说，因为老实讲，就是说我读的阿美语绝对比你们多太多了，真的。我读的阿美语的文章不是国语哦，是阿美语的文章。
我读的比你们太多啊，真的嗯多。如果说我们阿美族读的阿美语文章，我可能是很前面的哦，嗯我是很前面的哦，真的哦，我可能都不输吴明友跟大家讲，因为我读的绝对非常多的。为什么？我整本圣经读了非常多遍，哇，非常多遍啊。然后，所以我的长记法结构呢，不太会出问题，不太会了，还是会有小问题。那圣经的翻译，你看看那多长的句子结构啊？是，那我们一般阿妹说话没有那么长的，绝对没有那么长。你看看所有的语料，没有很长的哦，词缀也没有很多哦，嗯不多哦，会用到5个词缀的，那很厉害了，非常厉害了。就是在一般说话里面会用到5个的，非常少，但是还是有啊。所以那因为就是我读的文章比你们多，所以我大概比较能够稍微了哈，提供给大家参考。好，我们看右行的哈。一定要好古尼比达巴兰扎瓦达瓦猪瓦吧哈，是猪瓦吗？那个其实是猪啊，猪啊，猪猪瓦哈，啊，跟阿哇，伊尼罗哈，猪瓦跟阿瓦伊尼罗，乌萨比达巴兰都比个猪兰多尼罗，马拉萨瓦萨多安尼尼古达比那个阿妹尼罗哈，所以你等一下哈，好，一定要好，你这个翻的比较简单了哈。一定要好古尼比达巴兰哈，这边加个逗号比较好哈。朱阿嘎瓦伊尼罗，就是还有哈，在部落还有乌萨比达巴兰都比克朱兰多尼罗是当做瞭望的哈，好，没有问题。好，个做了就是从个做了的意思呢，理论上哈，你个做了就是高处了哈，从高往下看的意思哈。好，马拉萨瓦萨杜，好，马拉萨瓦萨杜你这个也是一样了哈，就是看看你要不要再加强一下，因为马拉就是变成了，变成没有了，现在变成没有了，马拉萨瓦萨杜，现在变成没有了，尼尼现在，那现在就是说你的这个翻译就是说渐渐视为，就看看怎么加强。那如果按照我的建议，就是一样重叠哈，马拉萨瓦萨杜就好了哈，马拉萨瓦哈，这个叫双音节重叠哈。尼尼古达比那个诺阿密斯尼亚罗这个就是你看看这个词组哈，那个右行吗哈？你的概念就达比那案，就是那个就是辨识的部分呢，就是我知道，让人特色辨识。因为你这个是后面是整个词组达比那个诺阿密斯尼亚罗，就是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哈，这个尼亚罗放前面。达比那个努鸟的，是不是？它是这个词组，是属于部落的什么标志？是不是？没问题嘛哈。对，然后这个部落是谁的？部落就是部落的。所以你这个词组的概念一定要有哦。
它的词是这样，达比那按努尼亚洛，它是第一个词组是这样子，然后在后面揭示这个部落是谁的这个标志。阿美族的对，部落，所以这样的词组结构才是对的啊，有没有？达比那按努尼亚洛努阿密斯，这个结构才是顺的哦。因为用啊不是不好，但是比较怪，哈。它的词是这样，达比那按努尼亚洛，没有问题吧？它的词是先有尼亚洛。先生，你这样子两个努达比那按努尼亚洛努阿密斯，这样两个努可以吗？那才标准。它是什么？它是属于谁的？属于阿美族的。啊，这个部落是属于谁的？属于阿美族的，对不对？尼亚洛那阿密斯没有问题吧？所以它不管从接面接还是接到后面，它都是顺的哦。所以这个是什么？达比那个努尼亚洛有没有？是属于部落的什么标志？啊，这个标志是属于谁的？属于阿美族的。我不是说你那个不对哈，而是说我觉得比较不顺。我认为啦，我认为达比那按努阿密斯阿尼亚洛，我觉得这个结构哈有一点是中文，有点是中文哈。好，当然这是我的建议了哈，我的建议。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词组的概念哈，就是阿词组、努词组、都词组哈。因为如果按照你刚刚那个这样的阿密斯阿尼亚洛，阿密斯阿尼亚洛就是什么阿美族部落，这个是中文哦，阿密斯阿尼亚洛，阿密斯阿尼亚洛就是阿美族部落，所以这个是中文的概念中文。那我们现在很多的词组已经受到影响了哈，当然最好还是用努哈。所以以这个概念来讲，阿美族它的地位比较高因为阿美族是散布在全台湾，那部落只是一个小地方，所以以地位来讲，阿密是更大，所以它更大的应该摆在后面是这个概念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我还没有哈。所以秀兰不在线上了是吗？好，红爱的哈。红爱他又用另外一个词哈，叫蓝物藻，很好哈。有比拉乌赞伊阿要以来古比拉乌赞努娘了，萨比拉乌赞杜阿萨米菲布杜娘了，你搞哩啦，阿歪杜阿尼尼那比拉乌赞伊哈萨嘎达比南岸努娘了阿密斯好，他用这个然后这个词哈。然后这个词也可以哈，很好然后就是形式了哈，巡逻要哈，所以你这个应该是长音了哈，应该是长音哈。很早以前伊来多古伊拉爱古比拉乌赞的鸟了部落就有，属于部落就有这个瞭望台乌萨比拉乌赞是当做去查看敌人乌萨比拉乌多阿萨
你这边可以这个这边可以加个啊哈，阿弥提波多鸟肉哈，我萨比拉我多阿萨，我萨比拉我赞多阿萨阿杜是啊还是阿杜？你用哪一个比较好？阿杜，你鸟肉，阿杜好，阿杜弥提波多鸟肉是不是？对。好，所以如果你要对称的话，我萨比拉我赞多阿萨阿杜。这边的话要改，这边的时候就不能用咪了。所以一样啊，乌萨比拉乌赞杜阿萨阿杜萨比提布就可以了哈，萨比萨比提布蛋萨比提布都了都可以哈。你高丽娜阿瓦爱杜阿尼尼阿瓦爱杜阿尼尼哈，所以阿瓦爱杜阿尼尼也是一样哦，就是说希望你能够再加强哈。其实这个加强呢一样就是重叠哈。阿瓦爱杜。阿瓦爱satu anini哈更好了哈。阿瓦哈现在你这个爱就是现在了哈。阿瓦爱杜anini阿瓦爱satu anini哈。我是可以用阿瓦satu这样可以吗？可以啊，就是我认为不要加不要加爱比较好啊，这样子。阿瓦satu会更好哈。当然你这个爱的话也是可加了哈。阿瓦satu anini现在没有了嘛哈，因为你这个anini是什么意思？现在对，所以那个爱就不需要哈。如果你anini不要的话，阿瓦爱anini 阿瓦爱satu就好了，因为你有anini的话就不需要加爱了啊，因为那个anini是现在。如果anini不要的话，你加爱阿瓦爱satu anini。那个爱就是表示现在进行嘛哈。好，una bila utan i u pasa tapi na nunya amis 你的问题也是一样哈，就是这个这是哈，这个这哈。uno una bila utan i u hasa kata pinangan no nyaro no amis。这个是una 是这个，这个是跟是这个看一下怎么改哈。这是阿美族部落的标志之一了哈，这是阿美族的部落的标志之一达比南岸哈。好，如果说你要加菇哈，我这样加哈，哈萨达比南岸努鸟罗阿美族尼什么？bila utan 对，这样就对了哈。这样的话，这个句子就完整了哈，才是有古尼哈。这个什么？这个就是比劳站嘛哈，古尼比劳站，所以这个句子结构就完整了哈。好 ，OK 好，应该都有了吧？还有那个秀兰的哈，那没关系，那我们就看下一句了哈。好，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哈。槟榔树面包树阿美族部落的家园视为都种有的树，也成了阿美族的部落特色所以槟榔树、面包树这个两个，所以槟榔树、面包树
好，所以你看，就这个中文句子哈，理论上你一定要把它完善啊。如果是我哈，我会在这里加一个是，啊，你会更好翻啊。就是中文结构，你一定要把它整合成可以变成是阿美族的句子的结构啊。槟榔树和面包树是阿美族部落家园视为都有种的树，哈，也成了阿美族部落的特色，哈。这样的话，你加个是，你会很好翻，哈，很好翻。就是要学会整合这个文章，哈。当然啊，这是我的建议哈，就是你也可以哈，自己整合哈。所以槟榔树、面包果树这个单词哈，好，如果你不会，你用词组哈，看看有没有别人可以直接说出来哈。面包果树啊，大概这个没有问题哈，但是槟榔树这个词哈，看看你怎么加哈。其实就是说，你也不要被这个字绑死哈，绑死哈，不一定要把树翻出来哈。老师真的被我们真的被那个树绑住了啊！那个水果跟卢塞，老师水果你会怎么说？所以你不要被那个字绑死，你讲的其实就是那个东西嘛，不一定要把那个果翻出来嘛。真的是，它是个果子嘛，哎，是不是？果子就叫合记，是不是？是，但是就是问题就是面包果的话，你不能用合记啊，它本身有一个词啊。啊，你看后面那句根本不顺的这个中文，阿美族部落的家园视为都种有的树种，啊，就是这个你去把它调整一下。好，现在好了哈，好，发结束了哈，发结束了。Italia kuno kamaro ano amis finalan maka mi paruma ay to itsep ato fatsisora. O mara taha pinangan no amis anyaro o itsep ato fatsisora 哈，这个就是很简单，而且就是有对位的这个这个翻译了哈，说你要把这个整个文章哈，就是句子结构整合起来才会翻的比较顺哈。当然就是说这边的主持哈，这边的主持就是一直都发记录了哈。
这个是主词，这个是对的哈，因为这边的主要的主词就是什么？槟榔和面包果树这个就是主词，这个就是对位的哈。那摆在最后面哈。那后面我的吉浪呢？吉浪吉浪可翻可不翻呐哈。哦，所以那个不用因为当然就是说，如果你一定要翻当然是没有问题。那问题是，槟榔树的话就不是一字不啦？为什么？一字不是什么？一吃的。对呀，法吉洛里是吃的哦。好，哦，那就是问题就是另外一个单词了，就不是一字不了。因为法吉洛啦，吉浪，是不是？吉浪呢，法吉洛都不能吃。吉浪呢一字，你看就怪怪的，是不是？是就是说，就是这个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强调那个树因为我们吃的不是树啊，我们吃的是什么？一字根法吉洛了嘛那如果是面包果树的话，那个我知道南式的单词不太一样啊。好，意大利在周围在周围家的四围就是大利那个马路岸阿米斯阿美族四围居住的四围喜喜，你没有戴老花眼镜，四周。四周嘛，就是四周了对，好，四周周围嘛打六这周围maga 这个词用的很好这个 maga 好 maga mi paruma ai 好，这个词你看 maga mi paruma ai 都一次所以mi paruma ai mi paruma ai 都一次把都发结论了，然后再加一个 maga所以表示什么 maga 就是周围通通都是种这些东西种什么一直把都发结论了maga 就是整个都是周围都是maga 的意思在这里这个词很好好马拉变成标志了所以这个两个词缀非常重要maga 一个马拉成了打比南岸标志当然这边是特色no 阿米萨尼亚洛，所以这个就是你们的这个词组概念也是在这里我不是说你们错了就是说这个是如果按照我讲，这个是中文的结构，就是你要记住，那阿米萨尼亚洛这是中文的结构，阿美族的部落，你会是翻成这样因为你的中文是阿美族部落，所以你翻成阿米斯阿尼亚洛。我不是讲错但是我跟你讲，这是中文结构中文结构好，达利奥很好达利奥在周围就是达利奥。不好意思，老师，你刚刚说那个应该要那个阿米斯阿尼亚洛是要换的意思吗？就是我刚刚上一句跟你讲的一样。努尼亚洛努阿米斯。对，换这个才是我们标准的阿美族延伸。我们可以嘟一直嘟，可以一直可以努一直努是，所以就是表示你们的长句读的不够多，很长的句子那我为什么我能懂，就是因为我读的是阿美语圣经，都是长句，非常长，可以一直努可以一直可以一直嘟，真的好，就是参考了参考。好，又行的。好，意大利努鲁曼努阿米斯这个就很好，努鲁曼努阿米斯伊尼亚洛做嘎子比巴鲁曼多一直都发起错了
后面有一个 L 还是 R？ 你的那个要寻发起错了，你是 L 还是是 L 哈？ L 好，发起错了哈。好，马路哦，大比南岸，努尼了，哪米斯？马路这边接的怪怪的。老师请修正。好，他的意思就是说，成了阿美族部落的特色嘛，是不是？是所以你这个马路是多的啦。哦，所以只要把它去掉，然后我打比那个努尼亚肉努阿米就可以了。对呀、就差一点，就是马拉这个有没有？你这个马路，哎，你这个是马路还是马路？马路我打比那个努所以不是尼亚肉努你这个阿米，马路是马路吗？不是吧？不是住吧？不是坐下来那个马路哦，请先是那哦，就好，那嗯就对了，那个可以啊。嗯但是呢，这个马路呢，它要跟后面这个屋连在一起，等同是，如同是，那个马路是如同等同，马路屋打比那个努鸟了努阿密斯。但是我的建议哈，你这个用 L 比较好。哦是马路的话，马我们这个路马路这个词缀很好用的哦。嗯马路很多哦，有没有？马路嗯屋马路屋，所以你这边最好是把它连起来，等同是好好加不加那个没有关系，就是你要知道它是一个词缀，等同是什么？打比那个努尼亚鲁哈密斯，这样的话就对了啊。刚刚是我搞错了哈，因为你是马路嘛，我就会读成是住哈，这样的话是对的啊，没问题。好。第六个，哎，书信还没翻呢。那如果哈，就是槟榔树的话，它是另外一个词哈，另外一个词，我不知道你们就好像香蕉叫保利啊，那槟榔树叫什么哈？类似这种概念哈，还是有的啊，是不一样的哈。但我们没有必要说一定要翻成把那个树翻出来哈。好，他这边用一个那个主要嘎赞啊，这个是一个否定加否定哈。主啊跟赞赞哈本身它就是一个否定加否定，就变成是一定怎么样去种，比巴鲁曼多一次版都发结论了，就是主要是阿美族的这个家家一定是种槟榔树跟这个面包果树哈。马路物等同是大比南岸标志标志特色努尼亚罗努阿米斯主要感赞一定
所以朱阿嘎扎可以翻成一定或者是必须哈。好，书写翻好了。好，意大利努鲁玛努尼亚鲁努邦扎好，在甘扎比巴鲁玛多一次把头发结束了啊，三个五比南岸努尼亚鲁努邦扎古尼尼哈，这个就是比较贴近中文的意思了哈，而且是整合起来哈，所以他用古尼尼哈，古尼尼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一直跟反结束了哈，好，萨嘎啊，因此是啊，因而是哈，这个可怜可不怜哈，这个词用萨嘎的这个好处就在这里哈，萨嘎可怜也可不怜哈。好，我比南岸啊，我比南岸努鸟了努班扎古尼尼啊，就是如果说再规范一点的话哈，把这个加进来哈。古尼尼啊，一直把都发结束了哈，可加可不加了哈，可加可不加。好，意大利努鲁玛努鸟鲁好，那班扎好，你看努努哈没有问题哈，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概念，就是最大的要最后面啊，属于阿美族哈，啊属于部落，属于家哈，在周围哈，在四围哈，在干炸一样哈，在干炸是否定加否定哈，一定就变成是一定在干炸比巴鲁玛对这都发结束了因此是避难标志努鸟肉努班扎古尼尼一直都发结束了好，没问题。好，红爱。Italia no amis aroma ilai toko ni palumaan ni palumaan kirang o itsep o fachisor o tapinangan no amis niaro 这个就是比较通俗的翻译他用 kirang 然后后面用o itsep o fachisor 这个也完全没有问题o itsep o fachisor ko tapinangan no amis no niaro 它这个有一点是倒装严格来讲，就是按照中文的话主词是什么？面包树跟槟榔果树槟榔果树基本上翻译的都很好阿米萨鲁玛伊莱杜有伊莱杜故尼巴鲁曼所种的树所种的树是槟榔法吉肉的面包果过大槟榔阿米斯努鸟了好，这个基本上是这样子了我看一下，应该差不多了吧？文案书写大六那个书写哎，我们把这个做完好不好？好，我们把第4做完好不好？好不好？那我们继续翻因为这个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多占一点时间好不好？可以吗？那个可以。好，那我们继续翻来，我们把这个翻完了等于我们这是告一个段落好，年龄阶层这个没有问题了，前面已经讲到每年每到了部落的节庆，所以这中文你自己修饰都会有年龄阶层的活动这个组织是部落的行政骨干，如同军事组织也是部落的动力所在每年到了所以这个到了
这个中文你自己去修饰哈，到了啊都会有哈，会有啊是啊，这个组织是啊，也是啊，就是这几个关键词哈。可能行政骨干哈，就是你不一定要按照这个字去翻，行政骨干就是做事的人哈。那如同军事组织啊，就是军事组织就是军人啊军人啊也是动力所在，也是这个整个部落的这个重要重要的这个阶段组织好，Seran 哈 Gabut 都可以哈。每年到了部落的节庆，所以这个节庆呢，应该就是指这个丰年祭了哈，丰年祭哈。因为这边就有年龄阶层的活动嘛哈，所以丰年祭。其实我没有写丰年祭呢，我只是专注在节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哈。基本上你用节庆也没有问题哈。所以那个翻好了哈，好，太好哈，好。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翻完哈，我们会多占用一点时间哈。好，嘎萨嘎布哈。所以这边的我的建议就是这边加乌哈，因为你就是一个什么，等于是一个开头乌嘎萨嘎布一哈，这样的话会更漂亮哈。好，伊嘎劳拉按钮鸟了哈，都没啥子按哈，就是活动哈，劳拉劳拉哈，嘎劳拉按哈，努鸟了每年没啥子按maka ira ira ai aza good magno嘎萨嘎布哈。好，这个现在喜欢用马嘎这个词哈，很好哈。好，什么诺嘎萨嘎布好，就是各个年龄阶层的这活动哈。哇，这诺米萨关奈多米萨什么盖诺娘肉哦嘎萨嘎布哈，所以这个用这个很好哈，这个概念哈。所以年龄阶层嘎萨嘎布，哇，这是柱子哈。努米萨关奈去统管的多米萨什么盖还有去行动的行政骨干努娘肉马拉苏菲带嘎萨子放马路马路苏菲带嘎萨子放好，如同军事组织马路苏菲带嘎萨子放。怪怪的。哎，对，这个词组概念你想一下哈。乌萨嘎给姆兰哈扎努鸟肉古嘎萨嘎布哈给姆兰好没有很好哈给姆这个力量哈，这个给姆很好，好也是属于部落的所以年龄阶层也是部落的这个动力所在哈，能力给姆哈好。现在就是那个马路苏菲带嘎萨子放马爹没有马路其实不是问题是后面的接后面接怎么接会顺，就是后面怎么接。因为我们的这个词的概念呢，就是说按照中文是对，问题是按照我们的逻辑是有时候是不一样的。当然，你的这个嘎萨之放是组织没有错，是不是？苏菲带是军人、军事也没有错，可是怎么衔接呢？问题在这里。改努吗？其实你用努的话，你觉得好像有个
所以哈，这个就是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在这个妈啊，问题在这个妈，就说如果你是妈是咪是什么的，后面这个结构是会不一样的。所以其实这个金氏组织呢，你还是再想一下了哈。好，还有时间啊，他们还在写啊。你这个马路就是如同没有错，这个是对的啊。这个马路就是如同。好，这个如同呢，它是词组啊，加在属于代是对的啊。所以我这边给你加一个中文哈，你试看看哈，加一个中文，看看有没有概念。Walau sufitai guna gasa zefang，你这个就是变成是句子了嘛？啊，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因为哈，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这个如同这是金氏组织，就你刚刚讲的，它要加一个这，有没有？那这放有没有？嗯，这是对的。现在就是说，好，就是你要把这个句子变成，就是你要把它变成是阿妹的结构，你才好翻啊。那现在回来，如同金氏组织，我刚刚是加一个是嘛？这个麻烦就是那个马路，因为它是个词缀，如同什么？所以你如同军事。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自己加一下哈。反正我们现在是练习了哈。好，书写的好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多花点时间哈，我们就把这一段好把它弄完就好了啊。好，个萨斯拉啊，萨斯拉哈，加个 L 哈啊。当阿萨伊干伊里西那努鸟了都没赞赞，当阿萨好，先念哈。在干炸盖拉古里嘎嘎瓦努嘎萨斯拉啊，乌拉的古努萨关努鸟了古尼尼，马天乌苏菲代阿多一只人努鸟了，好，年龄阶层呢哈，每年到了哈，每年都没赞的，每年到了哈，当阿萨伊所以当阿萨的话，可能没有办法直接加哈。如果说当哈，都呢当阿萨哈，每当哈，每当都呢当阿萨以该利息呢，每当到这个丰年祭的时候，每年的丰年祭的时候啊，所以那个苏贤这边加一个都呢哈。哦，好。这样的话就更顺哈。再干炸哈，改伊拉古里嘎嘎瓦努嘎萨斯拉哈。好，乌拉的古努萨关努鸟了古尼尼哈，这个是部落的这个你拉的古的话也可以说是一个象征哈，也可以说是个结构哈，管理的结构了哈，可以。马蒂亚乌索菲代阿多伊这的努鸟了啊，就是那个。
那个千代，有没有看到？就是说它翻的很简单，所以它就是什么？它用乌，有没有？是属于部落的力量，还有军人，如同是属于部落的哦。你看他用这个很简单的翻译哈。那因为你用的词比较难，就是用马路啊，所以就看看你要怎么调整一下哈，调整哈。就是这个词组的概念了哈，词组的概念啊。马路苏菲带啊，马拉嘎萨子放，马拉嘎萨子放。马路苏菲带，好，我们试看看了哈。好，等同军人啊。所以其实我刚刚已经加了一个是就是说，如果你加个是的话会更好啊，因为就好像下面这一句，如同是军事组织，也是部落的动力所在，有没有？有没有看到那个千代啊嘿，啊？所以你一定要加个是，你才好翻。如果你没有加是，很不好翻，因为你看这个句子结构，这个组织是，如同是，也是，有没有？你这样翻的话，你会更好翻。马路屋，对，马路屋收费带啊，那后面要改，马路屋收费带。 no，马路苏菲带，卢卡萨子方，啊，通吗？马路屋苏菲带，所以这个组织你就不一定，这个金收费带就是一个组织。组织，你就说你不一定要按照字翻，因为收费带军人本来就是一个组织嘛，一个组织，对不对？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是，他是个群体，军人就是一个群体，他并不是一个人啊，好，我收费带几个照，就是他是一个人，因为后面加一个几个照，是不是？他就单数，所以我收费带就表示是一个整体，所以这边说马路我收费带努鸟了，这个就 OK 好了，啊，好，就结束了。好，修回来，谢谢老师。会啊，你啊，好，好，OK，好，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哈。那我们今天多耽误一点时间了哈。好，千代书贤那个红爱跟那个右寻哈，不用急哈。那我们今天上完课呢，我们休息一段时间了哈，就是我教的课就休息一段时间。好，那我8月底才会回来哈。那看看待会我会再跟这个淑贤讨论看看哈，看是不是要继续安排下9月份的那个课程。好。其实我不太建议用很深的单词哈，就是希望可以
用词组，用词缀的概念哈。那里嘎高啊，这里你看这个里嘎高啊，这里这个里嘎高啊这个词也是很深哈。里嘎高啊，它可以说是组织也可以说是传统甚至可以说是律法里嘎高啊这个词蛮深的哈。所以我们有很多那个这个叫相关词哈，相关词。或者是同义词哈，同样的意思，但是词不一样哈，意思一样，词不一样类似的这种词那看看有没有人有兴趣哈可以去做这个事情比如说嘎布也叫斯拉了，或者叫什么所以我们的这个年龄阶层不是只有斯拉了跟嘎布斗，还有别的词只是说大家比较常听的是斯拉文跟嘎布其实还有别的词老师，那个阿威可以是一样吗？海岸的就用阿维莎哦，是啊，他们就用阿维莎，所以阿维迪有2个意思其实阿维迪也是同伴的意思，但是呢，它也有谢谢的意思。好，那个右寻跟那个红爱有在翻有在写好，不要急有写就好了我们等你反正我们都已经在家了嘛都在家嘛，所以不会出去嘛所以不用急我们会等你老师，我们就9月5号开始。9月5号，9月5号是礼拜3嘛对。所以我就是9月6号了，6号礼拜3。9月6号好。对。那你就再发给我好不好？好，再发给我。因为我们中间休息8周，会请有一位老师来讲阿美族的历史。就是接下来的8周会有那个一位老师来讲那个历史。可以，历史很重要他是讲阿美荣辉老师，你认识他吗？谁？荣辉，他是正大民族所的，因为刚好对，他是讲阿美族的历史吗？对，他也是阿美族吗？他不知道好像不是他研究的很深。我们昨天因为刚好他有上线，然后觉得他很厉害，就叫他来讲。可以，所以历史还是很重要那历史的话，大概都是日本人写的比较多一点那如果他的资料有收集的更早，那就是到清朝清朝。好，可以的。老师又选好了。又选好好。Malawas toko kalikutaan nyaroi masa upo toko kapot mataya to sasemaken sa ka K no kirumaan unini kasa kapot uraleko no sakuan no nyaro marcatai to sofitai saka siitzer no finalan atau salikets no nyaro 好，这个也是非常好他就是直接比较口语的这个去翻到了接近的他用这个马拉沃好，
部落的这个丰年祭啊，马上欧布哦，古干部然后去做哦，做要做的啊，属于这个丰年祭的事务啊，这些这个是这个年龄阶层啊，是各个年龄阶层啊，拿得过就是指这个应该说结构哈，拿得过可以翻成是结构，也就是可能就是你讲的组织哈是管理部落的哈。马来占代都是非代哈跟军人是一样的啊。我萨嘎写字了啊，努菲诺兰啊都沙利格斯努鸟了哈，可以让部落的百姓，还有部落还有百姓怎么样？萨嘎写字了哈，因而有力量因而团结沙利格斯哈基本上没有问题哈。好，如同是军事组织了哈，它是这个部落的动力所在，它就用翻成是萨嘎西这努菲诺兰哈都沙利格斯努鸟肉基本上也没有问题哈，可以。好，还有这个红爱的哈，我们稍微等一下哈。老师我好了。好了哈，好。好，斯拉里的mangata tuna malikutaan nunyalo mezazan i伊的爱哈，应该是伊的爱哈，伊的爱个kasa opuan nu kasa slar，我呢 kasa slar i马扎哈，马扎应该是马扎哈，对，马扎马扎马拉苏菲代是啦，马扎等一下哈，我萨嘎一直都沙里格子弄鸟了哈。基本上前面我看一下，芒阿达多那马里古萨，芒阿达多那接近芒阿达多那马里古萨案弄鸟了，就是这句你看看哈，芒阿达。马大都呢？那这边就是努尼亚路都阿米查之案，还是都灭查之案？都哈，好都比较好了哈，都灭查之案。那现在前面说芒阿大，芒阿大好像不适合。所以芒阿大也是对，就是后面这接哈，有一点点小问题。对呀。所以这个就是词跟词连接的这种，芒阿大都那这个不能妈了，要用嘎，有没有？咖喱古萨案，咖喱古萨案，弄鸟肉。你用妈好像不太好，用咖喱古萨案，好你参考一下了哈。伊拉爱过嘎萨我不按努嘎萨斯拉哈，乌那嘎萨斯拉一马扎这边马扎
所以因为它是动词，后面是要变成是名词哈。跟什么一样？马扎多，马扎多苏菲戴尔是吧？好，这样有没有比较顺？有。啊，大阪一直啊都沙里个子弄了，好，这样就顺了哈，没问题哈。是。啊，好，好吧，大家辛苦了哈。谢谢老师。我们今天用的时间比较多，就是我就是希望我们不要留下这个一句了哈，那我们就多留一点时间哈。那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辛苦大家了哈。那个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下个礼拜我就去内地，我8月30号才回来哈。那刚刚苏醒也讲，我们是9月6号哈。对，9月6号。9月6号就是我就是回来后的这个第一周的这个礼拜3，也是这个时间哈。那我可能就是我出去之前会把下一篇我先发到群组，好不好？下一篇我会先发到群组。那我们就是往下走，会走到文化篇的第6篇哈，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谢谢老师，好，谢谢老师，大家辛苦了哈。OK， 好，拜拜。晚安。